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好。好。516做乜嘢？投票。5區公投。人民抬頭。5區公投。人民抬頭。5區公投。人民抬頭。各位，今日嚟呢度參加呢個遊行嘅，全部都係5區公投嘅忠實支持者，係咪？係。今日嚟呢度嘅朋友，5月16號，除咗自己投票之外，要呼籲你嘅親朋戚友去投票，好唔好？好。1966年嘅5月16日，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發咗個通知，簡稱叫做516通知。516通知就係將中國帶向野蠻10年嘅文化大革命浩劫嘅開始。今年嘅5月16號，一樣有一個516通知。呢個林瑞麟食咗屎，佢又唔識咩叫516通知，佢定咗5月16號去投票。於是我哋嘅選舉單張將來就係516通知，全民公投日，將香港帶向文明嘅516通知。呢一個運動係一個全民嘅運動，啲記者、新聞界最關心嘅就係投票率會唔會好低啊？唔會。有冇人投白票啊？咁多人出嚟選，會唔會模糊咗個議題啊？各位，我哋好肯定話俾啲記者聽係唔會。OK， 如果今次多啲人出嚟投票，有啲人要投俾其他嘅人，反對我哋嘅，我哋係表示歡迎，因為咁樣先至睇到我哋嘅支持係無可匹敵嘅。冇人出嚟選就樣衰啦，或者得一條友出嚟選，個對手得一個係白韻琴，你真係樣衰。而家我嗰個區啊，最少都有5件啊，多謝佢哋啊！今次呢個5區公投運動，企喺呢度嘅朋友，你記住，呢個係對抗極權主義者嘅一個民主運動，所以你唔使亂。我哋鬥爭嘅對象係一黨專政嘅共產黨。你以為咁容易搞啊？你淆底就唔好制啦！我話俾你聽，你而家搞公投啊，你要打開佢缺口啊！佢認為你搞佢啊，所以佢一定搞你啊，啱唔啱啊？但係我哋唔驚，點解啊？因為正義真理喺我哋呢邊。我5個人辭職，冇咗份工，又冇錢，公民黨可能搭水過我哋啦。我哋3兄弟叫做冚家產啊，知唔知？我哋成日鬧人冚家產，我哋就真係冚家產啊！我哋係社民連總辭，為咗5區公投，為咗我哋嘅下一代，我在所不惜。因為我對香港人有信心，我對我哋嘅下一代有信心，我哋對民主有信心，啱唔啱？所謂抹黑，所謂打壓，我當你有冇拗痕啊？俾啲掌聲啊！我當你拗痕，我哋做個嘢係啱嘅，就不怕打壓，不怕抹黑，不怕矮化，不怕搞事。各位普選聯嘅朋友話：我哋忍多2屆功能組別。